请继续来看台中的成功岭爆发着群体感染，这批的感染者大部分拢是为警察大学毕业的替代役男，因是6月2日到成功岭来受训，拢有照规定前后做3届的快筛，但是为7月初2开始陆续来出现着症状，到7月初3，863个役男当中，竟然有高达335个人来确诊。 讲真有可能是役男家己做快筛做了无确实，但是嘛有风声，讲一旦若是确诊，进前的受训就拢无准算，爱搁电来一届，所以就算有人有症状，嘛无愿意来通报。 台中成功里呢爆发了集体染疫的事件，这一群呢大部分都是由警大毕业的这个替代役男在进入成功里新训。不过截至7月3号呢，里面呢已经有超过38%的人全部确诊。接训的人数是有863人，7月3号我们有335人这个确诊阳性哈，那比例呢是38.8%。 药政署讲，为着避免群体消费，照规定替代役男对人5开始进行3摆快筛。进前几批虽然嘛有未着病毒的状况，不过比例敢若3到4%，这摆比例有38%，因为可能是役男体检无确实。役男自己在做快筛的这个标准作业程序有没有落实到哈？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就在做了解。不过有役男认为，可能是因为有人无想要通报，因为若是伫训练当中确诊，全部拢爱定来。只要你确诊，就是这几天的训练就会全部重来，就是还要再等下一梯次全部重来，因为大家可能不想等下一梯。 役男嘛认为，虽然军方有严格执行3摆快筛，不过日常生活的防疫措施却真灵。洗澡时间10分钟，100多个人一起洗，怎么可能没有染疫？然后吃饭的隔板有隔跟没隔一样，整个晚上整个寝室人都在咳嗽。是管理不当，也是有人无通报，造成疫情断开。药政署嘛讲，这摆为着病毒的比例确实无正常，嘛已经展开调查，嘛有和医生讨论。若是凡有确实，一定会做检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